作為一名嘅專業測量師咧，好多時候咧，我哋都需要為一啲可以發展嘅地皮咧進行估值嘅。咁喺評估呢啲可以發展嘅地皮嗰時候咧，第一件事咧，我哋就會睇就係呢個物業嘅城市規劃係啲乜嘢嘢。因為城市規劃本身係一個法例嚟嘅，佢係規限咗個地皮嘅發展，譬如佢可以做啲咩用途啦，可以起幾高嘅物業啦，甚至個地積比。咁所以咧，第一時間我哋當然就要了解到呢一個城市規劃係點樣樣。咁好多時候咧，業主都清楚嘅話，發展呢個地皮或者要改變一啲用途嘅時候咧，佢需要申請呢一個規劃許可，但未必個個會知道咧，其實呢啲規劃咧，亦都係有法定嘅機制咧，可以去改變。最經典嘅例子就當然好似馬灣嘅一個大型住宅啦，發展商咧就透過好多個申請，提供好多個資料咧，係將嗰個城市規劃去改變。咁而最近嘅例子咧，亦都係東涌呢個西面咧，亦都有啲農地咧，發展商就入紙去申請咧，就希望將呢個城市規劃嘅鬆領去改變嘅，從而咧就加大個地積比嘅。咁當然係咪話咁容易入紙改變就可以改變嘅咧？咁樣，正如頭先提到個馬灣嘅例子咧，發展商好多時候都需要提供好多證明嘅研究嘅，譬如一啲環評嘅報告啦，呢個 traffic 即係交通嘅流量嘅報告啦，一啲渠務嘅報告啦，去引證翻咧改變呢個城市規劃嘅話咧，係對周邊嘅環境係冇影響嘅。當然啦，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做估值嘅時候咧，第一件事我哋會參考翻佢法定可以批准嘅用途嚟做一個依歸，因為本身呢啲申請嘅話咧，雖然有法理嘅依據，亦都係容許，咁但係未必一定係批准。咁所以喺估值上嚟講嘅話咧，測量師好多時候都會先參考就係話法定係容許係幾多嘅，咁再從而去估值翻呢個地皮個價值係幾多。